正大焦点来看，总统蔡英文争取连任，投入到民进党内的初选。有风声讲蔡总统无爱甲赖清德来辩论，所以民进党的立委是建议讲，会当改用政见发表会方式，互双方来讲因的理念。这个国民党方面，高雄市长韩国瑜所讲的“鸟鼠啊头牵拖啊”，后壁还佫有大尾。传出讲，这个大尾毋是鸿海的董事长郭台铭，可能是国民党的党主席吴敦义。这吴敦义到底有要选总统无？参面国民党的立委拢要求讲，都要赶紧来决定。希望总统能够连任下去，做得非常好。伫武汉农民祝贺连任成功，蔡总统露出笑容。对，支持总统当选连任。支持者不止伫党外、党内支持者为着帮蔡总统会当好好保掉连任机会，除了可能延后初选的时程以外，伫传出总统蔡英文无想要甲赖清德辩论，毛想出另外一种方式。对，我是建议可以用政见发表的方式。是毋是要辩论也未成定局，不过车站中集会前，蔡英文、赖清德两个人动作真大。车到暗时8点，赖清德找馆长开直播，无到1点钟，蔡英文甲美国智库视讯，但是国民党好亲像嘛无平静。鞠躬。就伫国民党主席吴敦义甲郭泰勇会面破局，韩国瑜一句“鸟鼠拖牵拖”大爱伫后头。伫鸿海董事长郭台铭表态无意愿了后，这位大爱总统人选可能变成吴敦义。我觉得主席要不要参选总统的态度要非常的明确，如果不明确的话，我觉得其他候选人不敢跟他掏心掏肺。就是依照党中央的办法来呀，党中央办法为这个定出来之前，当然每个人都可以尽力的去冲刺自己的这个支持啊。就算做理论爱动尽速征调韩国瑜、王金平，依然是老神在在，依照家己的脚步继续向前行。